普通人冇名氣出書會唔會好困難呢？答案係可以好難，亦都可以好易。如果你係選擇向出版社投稿，咁的而且確係唔容易㗎，因為而家啲出版社都要評估一本書賣唔賣得先至肯去出書。咁如果你係一個新嘅作者，你又點會有銷售往績俾出版社評估呢？但係如果你願意由電子書開始嘅話，咁情況就會完全唔同晒啦。喺2017年，我仲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仔，冇任何嘅出版資源，亦都冇人脈，亦都冇讀者群。我靠住自己摸索，出版咗第一本嘅電子書。後來開始有人邀請我講課，我喺6年嚟開辦咗11次嘅電子書出版課程，而家教咗超過100位同學，有唔少嘅同學都成功出版咗自己嘅作品。如果你都想出版第一本書，不如考慮由電子書開始啊！我7月19號會再喺香港開課，詳情可以睇我哋嘅 caption。